各位街坊望過嚟啊！今日幫你哋喺香港，唔係喺珠海嘅香港街呢度揾到一套屋苑，複式嘅兩房，87個 ，total 87個，你就可以攞低一套複式嘅兩房單位。而且樓下你見得到呢條商業街，衣食住行樣樣俱全。呢度返拱北嘅關口只需要5分鐘車程，返人工島都係10分鐘啫。咁事不宜遲，即刻同你上去望一望。嗱，就係呢套650尺嘅複式兩房單位。門口呢個位置咧，做咗個一字形嘅開放式廚房，佢嘅對面咧係一個乾濕分離嘅洗手間嘅空間都夠晒大啊！一齊入翻嚟呢邊望一望，呢度咧係你嘅一個用餐區同埋休息區啦。呢度係一個1樓嘅一個衣櫃位置，呢邊係一個書架位。咁呢邊咧我擺張雙人嘅梳化位啦。1樓呢個位置擺一張2米嘅大床啊，做到3邊落床位，夠晒大嘅空間。呢度樓下嗱，有冇見到呢個位置就係我哋頭先見到嘅香港街啦，衣食住行乜都有啊！呢度層高3.65米，可以做到2層嘅，2樓做多間房都 OK 嘅。呢度每個月收租去到3300蚊。感興趣嘅街坊評論區留言，send資料俾你。